空氣之後呢，一路呢，根本嘅國家係一路弱落去。個原因呢，就對個工商兩個字呢，已經唔睇重。好多時候呢，企業家有好嘅創意，有好多好嘅經營方法，令到個國家財富呢係日日增加嘅，對國家嘅貢獻絕對唔少於時龍江嗰邊啊。司馬遷，我記得佢一篇呢《貨殖論》，因為《貨殖傳》啊，應該《貨殖傳》，佢喺度講商係互通有無。如果在我嚟講，知識分子無論你喺教育好、研究科技嘅都好，工業家好、企業家好、政治家好，根本呢係一個社會一個大階級嚟嘅。